5几条模型30公里，前到1公，再1公，3公，坤到1公，再1公，3公。公请付前人10杯，前到1公，坤到1公。大家晚上好。会。好了，蔡店的说法，另外关于昨天出席同学会，大家晚安哈。目前人晚安。时间讲紧过2个礼拜所以呢，我员工人数供应不尽，因为这个我想要共同学习这个金融经啦那当然，因为咱金融经已经离咱清楚，已经讲完要正式起有，正式起有请过黄文做一个解说，相信大家对于正式起有有一个概念。毋过呢，因为咱要讲这个目的有说分啦会切，这个目的有说分，但是这个目的有说分啦这个物件咱还在讲，因为本来伊无了做32分啦因为这个32分的内底分做32分，就是杨武帝伊囝教练太子，伊甲分做32分，所以这个无题有说分，就是讲杨武帝伊这个囝伊过去无咱做佛学，嘛是1000亿，但是伊听到看到这个经典，因为伊对这个金刚经嘛感觉讲了非常的好。毋过呢，要去了解到这部金刚经的人可能真正有一个难度，因此当中教练太子大家分做32分，互咱直接要了解内底的这个内容简单。不过呢，因为伊32分的内底当中，咱后壁咱有感觉这部经典，乃当依照迄个段落去甲做一个分析出来了后，咱要看简单。比如讲，咱过去捌咧讲，伫第1分到第8分，信这个第8分，咱甲分做叫做信这个信立第9分，叫做同源分，到了10分，元宵的9分，咱个分做叫做解，这段叫做解。那27究竟有5分，到第13分，咱个分做叫做信解行，就是行过叫做行。咱对23分甲讲到最后32分的讲，咱甲解释叫做证，信解行证。如果呢，因为咱把这个切做4块来，咱可能要看会较简单。简单讲起来，咱即摆咧讲到第8分这段当中，咱要甲解说，叫做信。因为你对经典内底当中，若无这个诚信、深信，当然你对经典内底当中，那听那怀疑，那按呢当中呢，因为可能你对这部金刚经、对这部经典，你都听袂清楚，所以咱过去，咱学
三经一直咧强调讲50位菩萨位头一个，伫迄个就是讲实的物件，所以对实的讲起，这是一个何等重要，毋通叫做第六分，咱叫做正信而有，咱来讲这物件。那当然，今日讲到这个这个无定无说分啦吼，这段当中第7，因为咱按照着咱过去的这个惯例啦吼，咱来读一遍啦吼。无定无说分第7。无定无说分第7。是我的。诸菩提。无以温和。无以温和。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如来有所说的。如来有所说的。是我的言。诸菩提言。如我解佛所说义。如我解佛所说义。如我解佛所解义所说义，解义啊，这个唔对啦啊！左边上面。这个是解义啊，如果因为我旁边迄句那像拍唔对出来如我所说义啦无有定法。无有定法。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也无有定法。也无有定法。如来可说。如来可说。可以讲。可以讲。如来所说法。如来所说法。该不可处。该不可处。不可说。不可说。非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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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假合。所以假合。一切言行。一切言行。皆以无法。皆以无法。而有差别。而有差别。所以咱台湾人咧讲啦吼，时常讲第7段话，这是跟讲经的第7分啦吼，叫做无说所说分的对。但是因为伊这什么叫做无说所说分？因为咱一定知影，过去咱甲伊讲伊做报告。第3分叫做形态型，第4分叫做这个形态型，这个形态型，第5分叫做性态果啦一个向迄边是当然伊这3分的内底当中啦已经甲咱讲了因为第7到第6分，就是咧甲你讲的时阵迄个解说。事物的咧问题解说，那解说内底当中呢，因为若无经过解说，因为足侪众生内底当中啦嘛真正要了解伊的义理，真正有难度。因此当中呢，到第7分后壁过来，拢一直咧做比喻，咧做解说。是比喻是咧解说啥物件？解说叫做。在俗爱离俗，袂使chấp俗。简单讲起来就是讲，你爱好俗，但无当有理。凡所有俗，皆是虚妄。这个俗，就是一种的表象。这个表象内底袂是俗，而是相中内底当中，迄无一个表象。表象就是成立的物件，实相是无成立的物件。那既然实相的物件内底当中，你讲有吗？伊嘛；你讲无吗？伊嘛阁有。所以即种的深刻的道理内底当中，有阵时咱足侪疑问，尤其咱菩提众生、末后众生，因为要了解物件，确实有一个难度。有一个难度，因为伊毕竟你摸袂着，你看袂着，你要讲也讲袂着，这才安怎？这是爱看智慧，毋过摸袂着，看袂着，讲袂着，你敢会使讲无错？毋过可会使讲，因为佫有因内底，所以伊才讲，凡所是俗的物件内底当中，拢总无俗，
所以呢，因为你来讲叫做武术所说分。那武术所说分呢，因为这段我着甲证着迄个经验。第7分，释迦牟尼佛也证了菩提果，是有所得吗？有所得。不得天天伫咧道场，有所分吗？有所说，这叫做无得有所分。咱看到咱释迦牟尼佛，咱嘛知讲伊证菩提果，什么叫菩提果？一种叫做菩提果，一种叫做菩提地果。菩提果就是讲，伊已经证到迄个菩提觉性、菩提佛性，伊已经证到，但是叫做菩提果啦，毋是菩萨，伊证到菩提果。那伊证到菩提果，佫有一种叫做菩提地果，因为有菩提果内底当中一定菩提地果，跟你讲起来。有迄个自性中内底当中，必然就是有地理的物件。毋过呢，佛陀伊证到菩提果啊，伊敢有得到吗？伊这个是咧甲你问安尼。但是伊后壁甲你讲有所得，无伊无得到。只要有所得，伊本来就富足的物件，伊本来就有的物件，你要得什么物件？简单讲起来，迄是因为你无了解，你感觉伊个得到一个物件，咱讲话，咱只会讲咱失去一个物件，对不对？咱失去什么物件？其实咱失去一个佛性菩提果嘛吼。但是这个菩提果，咱真无感觉，安尼叫做无得到菩提果嘛。但是我请问你有菩提果？你本来就有啊，你本来就有啊，毋是去外口找一个物件来甲斗，安尼对啦吼。所以呢。叫做无所得，我本来就我有一个物件，你巧无咧找有，安尼对无？你看目镜咧找目镜，我嘛是像安尼，目镜看咧，我咧找目镜，嘛做老个啦吼，这个已经咱较低，老人都较有这个现象。但是佛陀逐日咧讲道理，咧讲道理互听，有说法吗？有说法。毋过呢，即句话咱就未接受啊。佛陀382部经，伫金刚经的第21分的内底当中，伊一个叫做无说所说分。伊讲伊无讲，佫有讲，无说所说分，这互人感觉足异。其实伊这个物件是一直咧甲你破相。上一个上法哩，都要甲你破。就敢若讲，我用着一个菩提果，都甲你破这个菩提果相了，你见着菩提果相，菩提实果。这叫做三体道理，一个相、化相，就见实相。这叫做三体。因为这个相无破了后，因为你这个相了，这个相无破了后，你要安怎发现咧？迄个见着个相，所以迄个相叫做有，好相叫做空。因为你相无破空，你叫执有。但是因为你若化相了后，因为今仔日你若搁执于空。那安尼，迄个实相嘛看袂到，所以咱常咧讲的空有不离的道理。伫相中内底当中，不离自性；伫自性中不离；伫自性中不离，伫自性中伫空性内底当中不离一切相。安尼听有无？咱这个马体是袂相，但是你有一个实相啦，你迄个实相有离开马体无？你个实相无离开马体，甲你做伙，但是你袂使讲离开迄个实相啊！你若无迄个实相，这个变成哪？这个叫做功夫啊！功夫啊！这个功夫一定歹嘛。咱所有功夫拢一定歹。这只车功夫对不对？但功夫会歹袂？功夫这车会歹，但是司机会歹袂？我这毋是讲伊死啦司机袂歹嘛，甲功夫若歹，含司机做会袂掉哩。安尼都规个海掉了，有讲咧出发种车几个，我车都弄歹意外。所以咱的道理就是讲，因为你迄个司机就迄个思想理内底，你嘛有一个思想理会去操作，敢是安尼？毋过迄个就是叫做哪？迄个叫做，你本来富有，迄个毋是对外口去撒入来的物件，毋是对外口得来的物件，安尼对啦。你本来是有的物件。那叫做无得，
无敌啦。但是因为我咧讲道理的内底当中，到有一个所说，我若一个所说，因为众生就执一个所说，安怎讲？因为有讲有一个说内底当中，就无定事实。毋知咱的进程内底就讲，欲心处俗，即用我人将你是遮好；欲执着法俗，即用我人将是遮无。可以讲，欲执着非法俗，即用我人将是遮无吼。所以来讲，迄个佛陀所讲法内底当中，是应众生的机而说。当迄个机达成了后，离我的八识当中就回归清净。我嘛无有一个我咧讲道理，嘛无讲我讲道理。嘛安尼当中是恁众生咧讲我佛陀讲道理呢？那你阴公起面三分来法，伊家己讲一句讲，若有人言，如来有所说法，即是报佛。可以讲，不敌我所者为说，是名所说，敢是？所以你较少有人要跟我讲道理，是咧报佛咯。即个报佛是真严重的代志哦。毋过你知影，你佛陀逐日咧说法啊，咧道场啊，我咧讲你说法毋对。那伊就要技术上物件，你看我佛陀无去，我无咧照我说法。众生的需要，我互众生的需要了后，我就心无在意一个我咧说法。我若在意一个说法，我就会感觉，我讲互人听。人咧听我咧讲，这叫做语言对立，就产生第三义，迄叫做幻想。众生想法，第三义叫走啊第四义来，叫做这个执着嘛，受者上执着。所以你若有生着一个我咧说法，我定事实就走出来，法定事实就走出来，就这个道理。所以因为伊不得不一定爱甲你讲，佛陀天天咧说法咧道场，有说吗？无所说。因为这是佛陀的境界，如果众生你要甲讲无所说，敢有可能？你讲我而且咧讲道理，我无所说，今年个这个个一礼拜来2届，爱逐工在讲道理才无所说。恁咧听是有说有录音，毋过咱佛陀唯有到清净内底当中，伊不在于我咧讲好甲歹，迄叫做无法相，没有周法相。安尼听脑周瓦相，我等四相，莫定思想就生出来。所以头前即句话就咧甲你讲即个物件，不可能因为咱直接进入了伊本文啦吼。说无地为温和，如来得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，下来如来有所说的，以这两伊咧问这两个问题啦吼。说无地温和，说无地在你的心意中，以为怎样呢？这是因为当时佛直接咧问娑婆提的一句话。娑婆提，娑婆提，伫你的心意内啦吼，你的心意的想法啦吼，你安怎想？有人就讲，你自己的想象何为？你有认同我这个如来讲阿弥陀罗什么三摩地吗？这个意思，伊讲佛陀讲毋娑婆提，你敢有认同我佛陀咧讲的是啊？这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吗？我有得到一个菩提果吗？我有得到一个无上正定正觉吗？这句话就是佛陀咧讲毋娑婆提。毋过娑婆提，咱嘛知影伊是真厉害啦吼，伊是解放第一个娑婆提。那伊还毋知影讲佛咧讲有啥物道理？所以呢，因为这内底当中呢，伫这个当中，这个当中啦，这个就是自己争议起来有两个问题，第一个叫做问娑婆提，佛陀的争议就是讲我先问你，比如讲我问阮当年，我有得到这个物件吗？我有咧讲这个物件吗？就是参我佛陀伊娑婆提，就是我甲问这个问题。安尼相像啦，即句话就是安尼解说啦吼。那第一个就是咧问娑婆提讲，如来有一个无上正定正觉的即个菩提果定吗？迄个菩提啦吼，你来听好，迄个菩提就叫做觉，迄个觉伫咱中国叫做觉，
伫印度叫做佛啦吼，叫做佛。啊，迄个佛我过去捌讲过，迄有三字叫做佛陀耶、佛陀耶啦吼，佛陀耶啦吼，佛陀耶吼，吼，这是因为伊佛，吼，咱中国人过去伫印度伊这三字叫做佛陀耶。毋过咱中国人呢，为着要讲较简省的，就讲啊，佛陀这个就无个啦吼，佛陀我就是两字尔啦吼，佛陀嘛讲加一字啦，佛，吼，这个都无个啊，变成一字啊吼，安尼，所以佛的原理就遮啦。啊，其实伊中文就是叫做佛陀嘅这三字，但是佛这是印度话哦，换做咱中国话叫做哪？叫做觉。叫做觉啦吼，觉悟的觉。啊，叫菩提呢？这个菩提，这个菩提，这个菩提叫做哪？这个菩提叫做觉，哦，叫做觉啦。这个菩提两字叫做觉，毋是菩萨咯，菩提叫做觉，哦，这个意思咱来强调。所以呢，问师傅地讲，如来有是否有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师菩提？这个菩提果，哦，迄个菩提，迄个自色，就迄个佛，迄个佛性，又得到这个物件无啦？哦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呢，就是讲，佛陀问师菩提讲，我如来是毋是有一个法可说？有一个法可说啦，吼，就是法可说。其实这个法嘛，要甲讲起来，法就是法呀，法就是法，吼。哦，法就是法，吼，法就是华语，法，啊法，这个法叫做工具嘛，吼，这嘛叫做功夫啦，吼，这个叫做为咱离感恩去过的一个法，但是这个就是因为咱为着要度化众生的一个法，啊，其实这个法，总是一个方法，拢是一个功夫啦。安尼对，毋过呢，咱众生就是把这个法，甲当作是会要互你生活的物件啦。其实咱讲讲一句讲，哦，这个过工使用酒啦，吼，过工使用法啦，啊，倒工即开手啦，就是讲你过这个工使用10摆啦，吼。毋过你到满啦吼，你到过工到都需要一只手，哦，就不需要这个物件啦。啊，你今日一定爱落来嘛，毋哪会当到疲倦，离厝边到疲倦。啊，你若在这礼拜啊顶，咱袂当落来。简单讲就是讲，你今仔日已经毋捌啊，透过着佛法，互你明理啊。毋过你已经明理了后，你敢得到接着这法？因为你接着这法毛病就出来，所以我想讲的，就是你食迄个药就是治病啊，啊病就好啊，啊你得硬要食药，硬去食药，感冒好啊硬去食药，啊食到一个胃痛，啊食到一个身体拢下海去，叫做哪？叫做心药生病，病去走出，药食好就好啊，对不对？嘛袂使食过头，啊嘛袂使食过够。敢是刚好就好，哦，安尼就对啦吼。我想咧，咧讲节目，啊节目迄摆是安尼是毋是安尼，我毋知影啦吼。伊进前的时阵啊去入面，啊入面的当中咧都，因为伊若伊迄疗程咧一礼拜6天前吼，毋过伊5天就咁走倒来咧。啊5天就咁走，讲5天好啦，但医生讲医生可能咱咧想讲伊有哪吼，哪大啥会调吼。我想我来看啊，可能医生有哪也无很慎重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就感觉好啊，就可以倒。无经过1个月，哦，甚至迄个问题我毋知影，甚至讲迄个疗程无行到了后，迄个物件内底迄个血液的内底当中，迄有一个病菌杀了开始，搁伫遐发作起安尼。所以迄无够，你一疗程1礼拜就是1礼拜。你袂使下结，
安尼对啦，这是比喻啦，这是比喻啦，安尼啦。所以呢，这个佛陀咧问师傅来讲，我较有一个法难好得，其实这个法毋是咧互咱得啦，这是一个方法，这是外在的物件，毋是我家己有迄个物件啦，这个所有的法拢叫做法，因为你的自性中的内底当中是本来无上正正啊，这是一个清净无染的物件，其实无一法可得，嘛无的时阵啊，什么可得，拢无，总无啦。敢若讲回归了迄个自然，就安尼，叫做无得无所分。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比喻，这个地球内底啊，这个地球内底啦，咱有只风台咧落大雨，对不对？但是落到遮做大水，敢是咱这地球有得添加作一水入来有无？咱这地球，这地球咧干旱啊，这水到底去？其实若要甲讲起来，咱这个地球所落落的水，伫这内底当中叫做不增不减、不得不失。敢有对外，你甲想讲，这个地球的水敢有对外星球走入来？这一个地球遐转才转到对外星球走无？咱这个土地才挖一个这么宽，敢这土是走对迄边去尔？敢是安尼？迄个土有走无去无？而这个地球内底当中，迄个地球内底叫做不得不失，无走别物件。因为你是甲直接甲搬对遐去，其实拢无。迄个水虽然落伫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足热，但是这个水互这个热甲吸收去了后，变成对天顶去变成蒸汽，拄着了迄个气流来，伊就倒落雨落来，迄个物件倒落来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地球的水啊，咱7亿人咧食，包括所有的这牛、马、羊、猪，拢总咧食，这动物咧食。你互你食几百年、几千年，这个地球的水若无去啊，可能含海水拢流了，拢食了。但是咱想看嘛，这个地球经过遮尔啊久了后，咱的水有减无去无？这个地水无减无，你用这个角度去甲想啊。你咱的自性中的内底当中，你甲想，咱这个肉体，咱经过着千万劫来，千万劫来，咱迄个自性有较加有较减的。迄个自性无较加无较减，啥无较加无较减？伊本来就是不得不失的物件，不增不减的物件。毋过恁看即个地球遐迫害，迄是一个地府的迫害，但是对伊的实质甲量内底当中，伊拢无减迄物件。咱人来看即个世界，面对着足侪不同的坎坷、命运、起伏不同，这叫做变化，这叫做命运，对不对？毋过呢，对你自性有关系无？无关系，是你有你的自性。嘛背着你家己做迄个痛苦呢，后一日你若真正会感冒，你若真正有愿意，迄个自性都回归倒转来，迄个嘛是佛。那以圣经来讲，不增不减，不得不失，是故空中无相，就是咧讲这个道理。所以咱今日伊就咧讲，如来是否得到阿弥陀罗什么三法的吗？这个法嘛。所以经文经历第5分内底当中，他讲凡所有相，皆是无不直接。这个曾氏须菩提的看法，佛陀就是要打破修行人的执着。安尼就直接问佛陀有得到这个无上正觉境界，有这个法门能得吗？有这个菩提果能得吗？毋过呢，伊第5分就咧讲凡所有相。这个有相，这毋是叫做实相。以咱的自性中的内底，迄粒当中，迄是无相的物件。无相的物件，你用目睭看袂着，用耳孔听袂着，
后尾甲讲嘛讲袂着，敢是安尼？拢用比喻，所以伫自性中的比喻内底当中，伫世界所有的宗教咧比喻着即个自性，但是有足侪宗教的比喻拢无相像，敢是？毋过，就参照咱人来到即个世间，我请问，迄个灵魂来到我的身躯，阮老爸甲我讲，放心创，我就放心创啊，我就放，但是我的自性敢是放心创。好，我不欲失，不然生在我不欲死，不然死依法。未经生我谁是我？生我知我是谁？哦，中大生命风知我，合办懵弄又是谁？不如不来又不去，又无烦恼又无悲。顺地方地，哦，因为伊的正道我内底当中，伊出的是伊安讲。所以伫迄个自性中的内底当中，咱人，你咧号什么名，拢总会使。但是你自性中你号袂着咧，你号自性嘛是咧号自性咧，嘛号佛性嘛是咧佛性咧，嘛灵魂嘛是咧灵魂咧，毋是拢讲迄个物件嘛？凡所有上明伊讲出来物件，迄拢毋是实相，迄叫做无敌无所分。你讲嘛讲袂着，但是迄拢说比如尔啦。哦，比如讲我今日去，若无号一个名，来到即个世间，人与人当中若无号一个名，哦，安尼点，大家做啊，毋知要叫啥物啦。哦，所以因此号一个名了后，互人做一个分别。但是分别了，迄就袂上后，分别了，迄就是你的梦想。啊，我着放心创放，吼，说放的先着，心创阮后壁迄个阿号。哦，我伫放假，我袂使，即放假是阮的祖宗嘛，咱大家姓是咱的祖宗嘛，对毋对？落来命，啊，但落来命，咱改无，有诶一世人改过来变，没有改好命，没有改运途好，没有改脑，不过这咱无管啦吼。有迄个自性改会着咧，你用名声你也改会着，迄拢改袂着。所以伊咧讲这物，伊毋是会当互你得的物件，毋是互你会当讲的物件，是咧讲这个。佛就是要拍发修行人执着，你毋能够执着迄物件。所以上中内底当中啦，吼，咱我当一个上中内底当中有一句讲：若有一些些，就一些些；若有一点点，你便有一点点。这个物件是啥？若一些些，你有一个物件了，迄就掉迄个物件；但是有掉物件就无清清。迄是弯得依足足，咱常咧讲弯得依足足，对不对？而参照太阳安尼形成，咱常咧比喻的物件嘛，即讲咱欢喜啊嘛。所以一直咧比喻啊，比喻到尾啊，无人比喻，就是一直咧比喻，一直比喻，较比喻啊，比喻嘛比喻袂到。哦，比如泉州的光啦，比如太阳的光啦，比如什么物件比，所以迄个物件都是拢用比喻的尔。你讲迄个物件的实体讲袂到，毋但你佛教上那讲一句话叫做无常。清清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一时起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每一天咱讲，无常就是我讲袂透的物件，我想袂到的物件，迄无法当去用文字用一切来表达的物件，叫做无常。所以这个内底当中啦吼，毋过你即句话内底当中呢，咱一定要走出。所以咱好看到即句话内底当中，已经讲到咱的三宝。第一个物件，因为佛无上正等正觉，佛宝，因为佛本身就是佛嘛，伊是咧讲第二佛无上正等正，咱的佛宝，咱的佛法经甲显观较好，咱的显观就是讲什么？咱的显观就是讲自性嘛，啊自性就是讲佛嘛，是因为名词无相像。但是其实是讲这物件，即句话讲到第三宝啦，考啊即讲到伫咱途中来，显观靠法合同，所以咱好后头讲，哦，第一，如来有所说，如来靠咧讲法，吼安尼啦，智慧，即句就讲法宝啊，吼，法就法宝啊，吼，应该恁看就知影。第二，搁真问，吼，真问啦，吼，即个真问。争论起来吼，就是讲，
如来有咧说法无？哦，我如来天天伫咧说法，哦，伊家己真讲，我咧天天伫咧说法，哦，安尼吼，即句叫做法宝嘛。如来本身就是真，那安尼佛法真，这是佛教上内底当中已经即句话，如来有得菩提果，这是佛。如来有所说法，叫做法，叫做佛法。如来本身叫做身啊，佛法身，伊本身就是叫做佛法身。这一定咧，甲你讲三宝林内底。毋过这三宝林内底当中，咱好好掠出咱道中的物件出来吼。这嘛是讲到咱道场以外吼，因为讲到无对道场以外当中，因为迄个契入迄个物件，所以如来本身就是清，伊出家。伊是一个出家人的一份子啦，吼，叫做身法。这句话就是咱咧讲三宝，如来本身就是法性，就是佛宝；如来说法就是法宝；如来实就是正正宝，就是如同咱今日咧讲玄观、口观甲合同，这叫做核心所要，这叫做核心所要。哦，咱今日离开这物件。离开这物件，咱今日要找到迄个实体，难度真快。所以呢，佛宝就是咧讲，哦，这个物件咱好就叫做做。佛宝就是咧讲什么？阿弥陀佛三藐三菩提，伊得到就是菩提果，咱好拄则解说啦吼。伊无有得，为什么？因为伊本身是一个佛。哦，到迄个所要到对个所在去找个佛，自心自有佛，何处灭真佛？虽然就是菩提果，但是菩提果无有一念心，无有一念心叫做清净。哦，如果生了一个，我咧有生了一个佛啦吼，就是你徛着马咧找宝，我拄则讲。如果若无有一个，就是你。如果若无有一个迄个物件，就是你跋入马骹咧找马，这两个听有无？就是讲，你今仔日，哦，你今仔日徛入马咧找马，徛马咧找马啦，就是讲我有一个佛性，我搁咧找佛性吼，这是徛马就是徛马找马。如果你若无有一个伊啦吼，写掉，你拢无啊。就你本身有一个佛，你都讲你家己无迄个佛性，安尼听有无？安尼你变成跋入马骹咧找马，一个是徛伫马上咧找马，一个是跋入马骹咧找马，这两个意思恁听有无？徛伫马上咧找马，就是讲你家己有，你知你有。啊，第二个就是讲，啊，你今仔日跋入马骹，你今仔日马骹外咧找马，就你家己有一个自性，你哪要去找自性？所以呢，因为伊这家己看上尾就是讲，你袂使chấp味，有袂使chấp味无，哦，安就对啦吼。所以师父在那讲，无有一个定法，哦，这无有一个定法所说，伊后壁会讲着吼。什么叫做法宝？如来是毋是有一个菩提地果？这个菩提地果甲菩提果这两种无相像啦吼。阮拄则讲，菩提果就是。得出个佛性，菩提地果就是讲个地位，就是先咱常咧讲的，讲啥物件？实相法界甲观察法界这两种有相像。实相法界就是迄个菩提果，菩提地果就是啥物件？就是咧讲咱个地位，吼，就是讲迄个地位，安尼对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伊，吼，所如来逐日咧讲法，是毋是？哦，有咧讲道呢。虽然如来逐日咧讲道，但是伊所讲的，伊所讲是无讲的，巧而不巧。所以我拄则有讲，这你会知影。伊咧讲，但是伊无执着伊咧讲，就是讲我今日应众生的机，我就是讲，我若有执着，我咧讲，迄个执法用执法上执着我。人将去实现，这袂使。所以呢，你用一动念，佛的迄个地位，
你有一个动了啊，阮有一个定位的说法，那叫偏离正法。好，迄叫做无我，迄达到无我所说。所以，迄个当中，迄个宜兰，迄个陈太太，我拢叫陈夫人，陈总陈太太。那有一个当中呢，叫电话干经理，啊干经理住伫我遐啦，啊其实咧甲问人个问题啦，伊第一个问题甲问讲，轮倒上经有结束。第二个问题甲问讲，哦，讲什么免坐禅会去毋是讲坐禅会当去得到哪位？有这两句啦，我袂使去查，伊当中。干经理拢掠互我，总掠伊迄手边仔互我解说这两段话。第一段话，我即摆记咧，轮倒上经有结字，伊毋是讲，目前这边吼，就因为我即摆开始咧做单经啦吼，第一篇内底当中，我拄着这两个问题，我解袂开这两个问题是咩意思？所以我他们伊就甲我讲轮倒上经有结字。伊即个物件都看袂开啊！迄个见字，就是讲见性的意思。我当见着你家己理论倒上阵，咱会讲，我倒遐一来啊，我都看着哪其实迄个物件就是讲，你今仔日对着足侪敌人，你面对足侪刀，面对着要甲你杀的时阵，你就袂使慌张，你若慌张，你十真你就死无够，因为你迄个时阵爱叫做一心不乱啦。对一个倒来，你虽有摔着了后，你会当去想，你有法度通去想伊伫倒位。较早5、6天咧讲这物件，恁哪听着？好，讲迄时阵啊，飞镖来了，无当安怎吼？当然，你就讲这是一种有点仔讲啊伤含啦。但伊即句话是咧甲你证明啥物件？我面对10个敌人甲我有嘅，我有一条叫做轮倒上阵要杀我。但是因为我若惊看头前这两个，后壁来我10世就死无够。我一冲落了后，你10个对一个咧顶打，我是知影。我无心通去想伫外口去，我一心伫我的思想中内底，我的心袂使混乱。我混乱，我10世就死无够。迄个解说就讲，你有法度达到你的自心中的专一，安尼叫做轮倒上阵可以结束。毋是讲看到倒来我惊死你昏死的。我想咧比喻啦吼，迄个牵鱼啊，人咧牵鱼仔话，迄鱼仔若安牵过来啦吼，迄鱼仔若逐只爬起跳，迄逐只着人啊。你要相信无？迄逐只着人，伊逐只跳，逐只跳啊。因为伊若迄只鱼仔若知影讲稳定，单定落到迄个下底，迄个窟仔底啊，迄个网仔下底一定爱无到窟仔底牵会过嘛，无可能嘛。拢人作惯嘛，拢牵一顶。伊若点会落去，伊若扑会落去，迄个鱼仔逐只叫走过。毋稳的鱼仔若落咧到地，逐只爬起跳，逐只爬起跳，逐只嘛牵着，逐只嘛一定落网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道理就是安尼讲。咱今日伫修办道内底当中啦吼，咱伫思想上内底当中，咱若听一个囝，生一个囝吼，若有一件代志了后，咱家己安住咱的心，安住袂好势，咱永远拢会受到外口的这个因缘甲你牵连。那叫做哪？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咱人伫江湖，咱心袂由己呢，咱无法做自己主人呢。有无？真正无，包括你，包括我，拢是这样。咱咧学功夫，就是学这个功夫啊。敢毋是安尼？咱学就学这个功夫啊。人伫这个江湖，咱无法做自己主人呢。我无法度控制我家己，真正清净呢，真正我无法度呢。这是咱啊，这是咱言邪见重重。烦恼根深，伫过去咱道生来内底当中，咱这个功夫，咱伫自性中内底当中，
咱就甲实践着，咱无清楚。干来讲，咱即世人来就是咧修即个功夫，就是要做即个工课。所以遮同了甲甲你讲，用一动念用一动的念佛，我有一个即个智慧，佛陀有一个智慧咧说法，那就偏离正法。伊正法内底当中无对立的物件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即句话就是咧讲，欲动一念，欲一动念，佛咧有一个智慧咧说法，那你就变。毋过你叫做奇怪，佛咧说法用智慧我太偏离一切正法。迄个正法内底当中，迄叫做哪？无有说法，无说法。你有说就偏一部分去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23分内底当中，伊讲是法平等无有高下。若安尼当中，佛有一个智慧咧说法内底当中，甚至已经偏离一个说法。若偏离一个说法，就有一个无说法的，叫做对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叫做偏离正法。迄个正叫做平等，无对立的物件。意思就讲，伊毋是无咧讲法，但是伊咧讲法，你袂使讲伊咧执法。敢讲叫做说理无所法，说理无所说，就讲安尼。所以讲，只准你受耳受，不准你心受，因为你迄个心，你听到，你今仔日若传到心内，咱的心着心意念就开始启动啊，咱的幻想，咱的梦想，因安怎讲？因为咱无法度用着耳根来听，咱到迄个心意识内底当中，传入到咱心意识内底当中，迄个分别走出来，迄个分别走出来。所以咱讲只有一根线，分了了线，就讲咱你必须心意，你会当一根清净。但安尼当中呢，不准你用心修，因为心修就一定分别啦。所以呢，伊甲你讲就会起了分别，分别就是哪？你有一个菩提法，所得啦。这叫做哪？以下叫做七法，这叫做七法。所以这点咱一定要做清楚啦什么叫做精？迄个精就是咧讲迄个清净发心。圆满的报心，迄个精就讲叫做千百万年化身嘛，迄个精，迄个精就是化身，咱的道场叫做合同，合同，合于众生，因为千百万年化身，你今日合乎所有的众生，毋通讲叫做和身，你袂使无合，合叫做同，叫做合同。所以心内底化出一切内底当中，拢会当共一心。我含这只鱼，含这只猪，含这只鸡，含这只狗，我拢爱合伊哪合伊同。因为伊看到伊是有特性的相，迄叫做表象，迄毋是。但是伊的实相和咱相像，你有迄同无？你有千百万化身，你有迄明明他有。为慈悲他有，这是咱的观德态度爱食素，因人要甲人动，因你要甲伊动，你今日去拖来吉，拖来吃，后壁万甲伊拖伊吃，拖伊吉，那毋是小小。你安怎对我，我就安怎对你，那有动无？当然叫咱袂动啊，动就甘心，甘心第二则灾害啦。我问你一句话，你含你的家庭，恁的某囝有动无？当然一定爱动啊！你趁钱，互恁的某囝咧开会，你甲伊计较无？你较少开到，无你甲伊计较呢，敢是安尼？所以因为就是你甲伊共即个家庭，这叫做动。比如啦但是因为咱今日修学道内底，即个环境嘛是爱动的，这叫做千百万化身。咱真讲经理泰国，你办道，泰国人敢若无识啊？毋是咱亲情，毋是咱朋友，是安怎要去遐办道？因为咱就是化身千百万个化身，离佛教上叫身宝，离咱道中要合，咱道中一定要甲伊斗，所以因那叫做哪？迄个即个天官就是叫佛，就是讲你会回归了你的自性，回归了你的本源，那名师一指讲，
讲当前这是真阳关，真水真火一俱全，已经主你一条路，灯光照耀在眼前，耳目同神来发现。你耳目心动来发现到什物件？发现到你家己迄个佛，飒飒抽吐出大如丹，西天虽远去请河道，西天10万八千里，牵着一道，对不对？迄就是讲，你发现到你家己迄个清净的发心。毋过呢，圆满报身就是咧讲法，圆满讲叫做佛法，咱讲叫做法嘛吼。你今日修道若无圆满，你圆满就是讲智慧，伊圆满报身就是讲智慧，就是咱咧讲法，咱咧讲玄关口法嘛，口诀嘛。我就是讲，你用心记起来，你真可能1、2、3、4、5，每一字的意思你甲解释咧看卖。伊是咧讲啥物件？所以伊讲啥物件内底当中，伊有啥物件，就是甲你袂使接这物件，袂使接这物件。所以毋通叫做口诀。迄个我喙讲，你用心听，静静对我听，1、2、3、4、5，迄个物件就是要你回光返照。因为你佛是为无常，伊透过着这个口诀传你的口诀，你就你的话题听到了后，你要回光返照，你家己迄个物件。所以呢，到上尾啊，叫做哪？叫做合道。所以在内底当中呢，法宝因为三宝本就是一宝，合同叫做契合。上契觉性，下契心心。三宝是一宝尔呢。佛法、佛法身、玄关口诀合同，性、心、心，这里儒教上就讲出来，这个讲一条，所以你迄个六祖大经迄个忏悔篇内底当中，有讲着这物件。所以性心心的物件，一凡三者即合理啊，迄叫做一。玄关口法活动，毋是叫一吗？佛法心毋是叫做一吗？较有人其实是叫做一。所以呢，咱也分做迄物件出来叫做上。这个上契觉性，上契你会当契着你家己的自性，对你的自性了后，你今仔日对你的心性。迄个上契觉性叫做性，下契心心，一念拢共你体会。所以呢，伫这个内底当中，伊就来讲，不可能因为佛有说法的，有得菩的迄个业，即个是耶稣耶即个伊的即个叫做文殊啦，伊个文殊，如来。有所得菩提，得菩提果业，有所发业，后摆是业，迄叫做家族的问时。这是一个苏菩提真正悟着迄个心处发迹的迄个道理啦，所以后壁这句话哪能讲呢？苏菩提，如我解佛所说义，无有定法，名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亦无有定法，如来可说。这句话，咱而且讲啦伊迄个苏菩提是一个作来的人啦。伊咧问这两个问题咧，但是我是免来回答这两个问题啊。所以个回答是叫做无有定法可说，无有一个定法可说。各位，咱今现在所有的名，讲有叫做定名所说。只是你这世人啊。你即世人拢无改名，迄是方便的安尼，敢是安尼？方便的安尼。后日啊，咱转去了后，咱的新主摆啊实在，迄个名尔，敢迄个名是迄个名，我问你，迄种叫做表象，迄种个方便的安利，方便的安利名啦，迄种就是叫做实名。所以咱叫做无有定法可说，无有一个定名可讲，安尼就对啦所以过去。你甲看，对过去咱莫讲毋去啦，对咱10来甲算就好啦。阮去那里啊讲着一个，迄个阮
台北的兄弟过来，讲到一个过去，讲奇怪，爸爸咱捌，阿公咱捌，阿祖哪想毋捌人呢？就甲阿祖讲去，迄个拢毋捌人呢。无恁捌到对恁阿祖，应该真少啦。对阮祖公要去，迄更嘛毋免讲嘛。对要捌祖公去，恁敢？但是迄个名有，但是迄名说名做哪？阮阿公放去我知，阮阿祖哪有我毋知影，事实毋知影。阮兄弟嘛毋知影，事实就毋知。所以因为咱只讲，因为即个名，咱嘛讲有一个名，咱才讲伊是咩名？可能人编历史啦，编历史较显迄个名，但是迄个名是拢方便记载落来。伊过去就号即个名，叫即个名，安尼尔。你第几代哪？第几代哪？第几代哪？迄拢是一个名啦。所以呢，因为人师傅就讲，如果解决所作之无有定法，名阿庙说了三宝三菩提，亦无有定法如来说。这个物件就是讲，师傅在如我解决所作之啦，师傅在对佛陀提出的问题啦，回答伊正活法啦，伊讲，别佛言，如我领悟到佛陀讲深深的道理啦，佛学深似海，你学你学偌济，你了解偌济。这个个人的处世为玄妙，就是讲你了解偌济，你深入偌济。师傅伫最后回答一个讲，无有这个定法，当然学遮久啊。对处世为玄妙，深解为处，二律为处，敢有一个定法，讲我已经学到什么战术，学到什么战术。这是因为飘动一大物件，是因为你的领悟力、领悟力，但是迄个叫做智慧，敢是？毋是一个固定的你的物件伫内底，迄种做活法的物件。所以呢，因为师傅伫只有用着一个无定法来回答着佛陀，讲因为伊甲问头前两个问题嘛，如来有得菩提果，如来有得着阿妙道的三宝三菩提。这阿妙道的三宝三菩提，应该咱过去捌听到啦，阿妙道无上三妙叫做正定，三菩提叫做正觉。对后壁甲算起来了后，迄个正觉，叫做阿罗汉。因为阿罗汉得着正觉，但是你的正觉是偏觉，因为伊叫做真空，毋那阿罗汉叫做虚空。毋过呢，甲阿罗汉搁别起了后，叫做哪？叫做正定，迄个正定就是讲叫做菩萨，因为菩萨，因为阿罗汉，因为伊是独觉，伊是独觉，伊无觉他，但是到菩萨，伊就是自觉觉他，迄叫做平等。所以咱过去若看到庙寺，若看到菩萨的尊像，头前拢一定有一个炉，叫做菩萨炉，有无？叫做菩萨的炉啦。若阿罗汉呢？阿罗汉就无后18罗汉共一炉，有无？因为咱若去大雄宝殿啊，咱若当入，咱若边仔看到迄阿罗汉咱若头前无一尊柴车炉，嘛这边9尊柴车炉，迄边9尊柴车炉，迄叫做共炉啦，安尼就对啦。毋过呢，因为到菩萨了后，佫去，伊就是哪？因为菩萨就是自觉觉他，伊的觉性无圆满，都叫做菩萨。但是菩萨因为自觉觉他，觉性圆满，迄叫做佛，解释叫做无上。迄个无上就是讲无人比伊较悬啦，已经最悬叫做无上，叫做佛，叫做自觉觉性圆满。伊的排列就是安尼排。毋过呢，咱今日去嘛知影，咱有一个觉性圆满，你若无有一个自性觉性圆满，你要安怎去到迄个意境？毋过咱真无下功夫，咱无下功夫，咱甲无通达到迄个意境，所以咱即个努力，咱即个拍拼，就是往着迄个无上咧行，敢是安尼所以呢，这直接甲你讲，无有定法，名阿妙道三宝三菩提。
好，所以苏摩地，伊就甲讲啊，苏摩地，好，这个无正面回答，伊就讲有有定法名叫做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就是咧，这就是伊领悟着深深的道理。这个深深的道理啦，吼，深解的道理啦，真活泼的物件，你要甲讲哪有法度？所以呢，我过去捌讲过，伫金刚经的第14分，哦，迄个第14分理上这个分的内底当中，哦，苏摩地文说是经，体味吸，合正中经日并不言，虚有世说，佛说如是深深的道理。我将识得回解，理闻如是之经。哦，这是《金刚经》的第14分内底当中啦。吼，苏摩地闻到这深深的道理了后，伊家己安呢，目屎流了，就安足感动的啦。哦，迄是感动的目屎，毋是伤心的啦，目屎。好，过去学教了，将识得回解，将识得回解就是佛有莫办嘛吼，就是八感。就是天感，就是慧感，就是法感，就是佛感嘛。这个我，毋过我已经得到慧感啦，我已经得到慧感啦。将识就是迄个识的，对过去时间真我得到慧感，啊未闻如是之经，因为含法解、菩萨解都阿变无去，吼，那就安尼感动，迄叫做深深，哦，即句话就叫做深深。但是因为当时苏摩地解空地，伊是已经证到阿罗汉，无听到佛陀讲到这个深深的道理。今仔日我已经听到，毋过听到我要安怎来解说？我要怎来解说？我嘛免解说啊！你免怎讲叫我有一个菩提果，甲有菩提一个地果人摕，咱讲无有定法。吼，安尼对，即句话就是啥咱啥，即摆咱一般人道歉啦吼。那咱问迄个讲，从什么讲没有电话可算，结果就讲没有电话，啊，若没有电话可算，吼，这就真正吼，真欢喜啊啦吼。法哦，那过去咱就经常咧讲一句啊，法本无法，无法法亦法，今复一法时，后壁有话呢，法无前法，感谢安尼吼，佛到尾嘛佛到底来，哦，法本无法啊。法本无法，无法法个亦法。啊，今复一法时，你今复一法一法时，啊，法何前法？讲来甲你扫掉，讲来扫掉，到尾就是无定法。敢是啊？这个无定法涵盖足大去啊。所以这当中呢，这个名词，为什么无定法呢？因为无有一个法一定的名人叫啦，吼，有的是。是名，哦，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译中国话叫做无上正等正觉，这是一个对待的假名，对待的假名词啦，吼，这种是无迄个定法，哦，所以呢，讲是名，哦，是名是方便之名，哦，是名是方便之名，那这个名叫做方便之名，不是固定之名。我来听，所以因过去因的佛菩萨，甚至过去的圣者、圣人，前辈者咧讲道理，那真正最经典较来当中啦吼，伊毋敢讲有一个法通好讲啦吼，所以就像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伊无人、无我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。苏摩地一切善法，就一切善法，是名一切善法，无，迄叫做是名。这个名拢总是一个方便的讲安尼名，所以咱拄则讲的，如来有所说法，即句话甲写倒转来，咱就听。啊，那安尼当中吼，迄个是名呀，敢是安尼啊？无对，迄种是名方便的讲，所以咱听讲是咧方便的讲。对我讲，咱真要过工，一定要用牌啊，方便啊！无你我跳过你，你若我跳过。嘛免一定白啊啦吼，毋你无迄个功夫咧，所以咱咧像一句讲，一心二底次，一合二底次，一困二底次，啊但伊成方便。话咱识得来啊，咱识得知影，你上当时若做会员，伊当时地藏讲咧准细啊，一心二底次啊，
大部分拢叫做液行体质。当然，咱大部分拢一分二体质来讲，我伫即个世间内底当中，我拄着足侪困难的代志，我今日看袂开，识袂看袂开，放袂下，识袂透。我看法来修行，安尼叫做一分二体质，安尼对无？上过去咧常咧讲的讲，刘教授啦，咱就是咧批评啦吼，讲有迄个迄个小姐吼，讲着剃头做面膜，因为迄个个回销老师讲，你这遮聪明的尔，你这个剃头，毋敢甲提你听嘛？调查起讲，含男朋友爱情出问题。讲去就去出面个，去做面膜啦。伊若真正头剃起来吼，敢袂当咧偌久？像参照咱今日意思啥？你要亲口的就亲，若要真正伊家己真正，迄个真正有认同、有了解，随时讲今日去咱一贯个地主哦，在家就出家。毋过呢，咱今日就行出到外口，看到人咧照那个咯，你要相信无？看到希望要结，看到迄著作的当中，什么五六基，什么拢会你迄我袂晓讲啦，因为即摆出出来的物件我拢袂晓讲。看到当中万安全是，你真正若要定力，你真正袂定呢？真正，迄真正看到，迄若看到要定力，真正出来咧，我无骗你呢。反正也无人而且偷吃看卖，无应该是骗啦吼，那是开玩笑吼，那是开玩笑。就是讲，咱的意见就是讲这一定要教。所以呢，伫即内底当中呢，遮就是有即个对待因素。武商就是武商，阿庙道我著是讲啦吼，阿庙道三宝，阮在中国咧无正个。武商是对着菩萨三面十地连顶甲，无成佛的叫做武商。这个武商就到上悬呢，伊落来就是菩萨，就是辟支就是阿罗汉。这是讲这个物件。正顶就是对着声闻，这个正顶就对着声闻缘觉，这二乘人的偏觉叫做正顶，因为正顶是以声闻甲缘觉顶悬，安尼叫做正顶。正觉就是二乘人，就咱讲叫做声闻、缘觉这两种，这两个赞数的人啦吼。只是自力唔肯去离众生，偏到一边去。所以呢，如来超二乘觉，超二乘之觉，故叫正顶。超二乘觉叫做正顶，二乘就是缘觉菩萨叫做正顶，因为伊一定爱达到平等，一定爱甲众生有一个对等。这个对等，咱常咧讲的，唔是惊对人哦。含众生也爱来对境哦，这个意境是到以菩萨迄个佛性来讲是到迄个意境啦吼。正觉是对着凡夫，这个正觉是对着凡夫，外道不觉邪说叫做正觉。因为凡夫一切众生啦吼，咱就比如讲天神、天道、人道、阿修罗道、罗鬼道、畜生道、地狱道，这个正顶就是。离这个六道顶悬，离六道顶悬啊，含神哦，迄个神哦，神叫做天道嘛吼。神内底当中，伊还无进入了缘觉，无进入到即个个声闻，即个，伊声闻就是咧讲即个个阿罗汉嘛。缘觉就是讲叫做辟支佛嘛，辟支佛就辟支佛。缘觉菩萨嘛，迄叫做缘觉菩萨。迄辟支佛就应该就比着迄个声闻，得换一个赞数去啊。毋过这两个当中，就是比六道的众生较悬去。毋但只会讲，这个正觉就是对着凡夫，正觉，就是对着凡夫外道不觉，邪觉就叫做正觉。因为这个正觉的内底。就是超于六道这物件，安尼对啦吼，毋通叫做正觉，正确的迄个觉悟啦，伊无偏到一方去啦吼。那因为对二乘人是准，二乘人是自力，无其他，叫做正觉，叫做正定正觉啦吼。对着二乘人的顶悬，
咱即个菩萨正定正觉，咱就讲这个菩萨，菩萨的顶愿，哦，而且当中啦吼，对着菩萨之上，甲叫做无上，就叫伊得加一个无上落去，哦，所以无上就是菩萨，哦，无上就是阿罗汉，辟支佛菩萨的顶愿。叫做无上，叫做无比较上啦吼。应该若安尼解释过，应该咱咧听着比你了解这个意义啊吼。拢是相对的一个名词，所以释迦地引悟出来，答复无如我们的生命，我拄咱我写着做一个注解啦吼。如咱的生命，无有一个一定的名，所以咱世间甲定的名。拢有一个固定的命啦吼，而是以方便之说，这就是不定之法，不定法。啊，有诶是，就是我最常讲，有人伫这世间来解过来变啦吼。不过是人解较拢无要紧啦吼，解较无要紧，但是咱我是感觉讲安尼啦吼，当然这咱是毋捌啦吼，若解会好啦吼，这吼应该是我们也是认同较赞成。这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呢，人讲解心会较安慰，嘛是无要紧啦吼。这种是一个好代志啦。不过因为这种是一个不定法，吼，然后有一个定法，有一个定法啦吼。到遮来当中呢，因为定无定法如来所说，哦，这个名啦吼，个人就讲如来因为伊的智慧，那伊的智慧。是一个就参像即个日头清净所发射出来的光芒，因为即种是无法度通用着什么形象去甲左右的物件，无可能。我就常在比喻，智慧就是日头光，就是咱的自性的光芒。但是安怎咱智慧的光明射出来了后，它咱有定时参差不齐，有定时知识接近，因为就是咱来到这个世间的念佛，来到这个世间的难讯，所以毕竟长期性轮回了后，都变成一种的色强地狱。有影呢？咱来到这个世间哦，话哦，你介绍一个证明啊，真正我不骗你，烧钱毋捌赢，烧书毋捌赢，烧钱是毋捌输。识作用，你讲到尾，你讲到尾，你听袂法，但是你嘛无通，你嘛无法度用个行通啊。当然，这伊个不识当中代表你修正，其实法律内底当中有啥物，智慧内底有啥物，智慧真正智慧，伊发出来光芒了后，伊无管你听甲听无，伊拢就是这物件，那叫做如，那叫做如。所以，迄个亦无有定法所说，因为日光的光芒内底当中，伊射出来要是乌云外高，伊就完全是安尼射出伊的光芒。我是话意思你听无？无因为智慧，无因为乌云就养着伊的智慧就无去。我想这是简单的比喻。咱人来到这个世间，无因为你的知识。无因为你讲小济，无因为你人生的安怎，你家己有一个自性中的智慧会叫无去，无可能，因为是叫砍掉的，叫砍掉，就参照讲今日即丛草啊，去互食头啊跌掉，食跌掉了后，伊即丛食是叫跌掉，但即丛草啊，大袂大项对不对？有一日个当中啦吼，即个石头若甲塌落飞去，迄个草啊，伫迄个所在完全是伊是砍掉的，伊无死呢，你听无？伊砍掉伊无死呢。你个即个石头甲塌落飞，你甲爬离啊，伊永远会爬离啊。但是迄个石头你甲拨飞了，经过几礼拜，一种一片的大啊，一片的绿油油的青草出来。这个道理你听无？咱的自性就是去互咱的色甲咱压掉伫迄个所在，所以你会定位当点现袂出来。毋过呢，你有一个转识成智，有法度甲大翻身了后，当中你的定位照出来迄个光芒，你的自性较信任，
甲一切面拢写出来。你问我看伊文，你问我一个阿伯咧，你看无起啊？哈，人有常常面咧，常常连四文又无一定咧，若是今日即时无量无变的做咧，你嘛看无起咧。所以生活道当中，你会当了解到一点啦，你会当知影讲，原在我即个物件无歹去，你小物件无歹，你的自信无歹啊，是暂时叫暗暝啊，你的地位无歹啊，暂时叫暗暝啊，咱讲你头壳歹，毋是你头壳歹，你头壳无歹去，或是人咧骂咱讲你头壳歹，啊，咱人讲讲着咱头壳歹哦，咱听做袂舒服对不对？做袂爽对不对？你的头壳无歹，是叫暗暝啊你。哦，然后人甲恁讲一句啊，你头壳搭无了转呢？无，叫你了转，叫人做安尼讲，转色成地，六行转处不留情，环境应存那徛地，就是咧讲这个道理吼。所以呢，亦不有定法如来说，无有一个法，互如来所讲，因为如来伊的地位本来就是公平，就是安尼，是应众生的机，如来。其实如来自成道后所说法到金刚经的法会上，已经有讲过40几年啦。伊咱知影，这部金刚经是因为发这经的600卷，因为发这经大发这经有600卷，但是金刚经是发这经的577页，577页这段列出来，安尼叫做金刚经。这是拢是大发这经的内底，所以呢，这部金刚经出来了后，立佛教上产生是足大的震撼。哦，那讲叫做哪？金刚经是佛教上伊的经眼，叫做地位之眼，叫做经眼。所以讲金刚发这佛的经，叫做发这经，叫做地位经，这是安尼啦。但是我40几年佛陀讲到高深的道理，只可会意，不可言传。言语多端，心灵处的这段话，你会知影，高深的道理只可会意，不可言传。讲了唔对，毋过你要讲我唔对，要讲啥说唔对，就讲唔对。毋知言语多端，心言语多端，迄个言语我讲出来，这个语倒就当伊啦，伊倒毋是咱哪用讲的，毋是啊，咱哪用讲的啦，用讲的都毋是倒啊。就咱讲，佛陀咧讲道理无道理嘛？我无咧讲道理。啊，你著偏偏著咧讲道理，无讲道理，是应机方便说，因为伊无咧执法，咱毋通讲，因为如来若有一个讲法，安尼叫做法执，华时阵主要讲法执，啊若法执，我上、人上、众生上、学上，四种就造出来，若心处上，若法处上。所以讲，若处规法上，咱过去这个物件讲啊真清楚吼。所以言语多端，心行处灭，什么叫做心行？你的心会变大，起心动念，迄个道就无用。迄个处灭，迄个处就是讲处就是道，迄个道就是无用。起心动念变。我请问咱今仔时啦，有电视做梦的当中，好，做梦欢喜甲对不对？做欢喜对不对？啊，做梦做爱笑，用精神的，这种精神的，你爱笑的，对，做梦的处灭，迄个欢喜的，迄个做甲欢喜的，就随无去啊，对不对？你精神啊嘛，迄个处灭就讲你正业讲，迄个无为而为，你无为的这当中，哦，你感觉足欢喜的，咱上有一个物件欢喜，安尼，哦。你今日对，我就是安尼比如，前回你几点困，你10点困，咱袂咧困。当你入去困的时阵，到你出来这段当中，拢无精神，拢无精神，如不断，忽然间有一个甲你叫起来，安尼叫做处灭。我困了错困，无代无志，你把我叫起来，叫一个害我歹困，敢是安尼吼？迄叫做处灭。迄个足好诶，迄个足好诶，希望足好诶运气，即到天空起来拍动伊啊，迄叫做处灭。所以咱去进入到迄个物件内底，当中言语多端，心行处灭，迄个心起心动念，迄个道就无去啊。简单讲就是安尼。
所以这个地当中呢，咱前面啊，前面的唯有地方是这种方便的开始。众生的发展，只要众生的病会当医好啦吼，无有一个固定的物，其实如来天天的说法，无有一个说法，只是无有一个一定的法在咧甲你讲理啦。如来说叫做应机道教，看你的机就讲啥物，这叫做弯机道教。佛教上面就是咁讲，咱今日即个食饭的感情的药有少无？真来讲有感情啦，我想要报来成长，一成长啦。但是，都反正食好，这叫做好药啦，敢是安尼？嘛无一定对上治好，一定对上治袂好啦。有下迄个病，有下迄个机搭治袂好啦。安尼讲真有意思。有下迄个病，足济啊人迄个咧报咧，迄个咧报，哦，像迄句话摕2百，迄一盒讲爱2000块，24000几粒啊尔。迄讲迄时阵嘛是咧食迄个物件，我摕互人吼，食好就好啦。但是迄一盒2000块，若食好我咧嫌贵，对不对？无正嘛，嘛有青草。青草它一条啊50块、100块，嘛咧食饭的嘛是有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因为没有定法。即摆意思是咧甲你讲，今日众生，无因为你一定讲经典我听，伊会成不落；无因为你讲因果我听，伊袂成不落；无因为你讲大乘好听，伊才会成不落；无因为你讲小乘好听，袂成不落，无这个物件。这看众生的机啊。爱听无？你校咧读册，老师咧教学生，是咧看迄个学生伊本身的能力，迄叫做机，迄叫做关机。你即个学生，因为伊的能力到遐，我甲你讲即个方法，迄个学生接袂去。但是伊即个学生，我若甲你记无安尼，我若甲你讲即个物件，伊安怎听发着懵懵呢？老师你咧讲甲我听，奇怪，讲迄个物件，袂听无。这叫做机，叫做机理啊，机势不一样，叫做机理不一样。但是咱今日去用这个法，这嘛是应众生的基地，叫做应众生的基地。这个道，该随便引导，应众生的基地来引导。关照众生的基地来咧引导，即句话叫做安尼啦吼，应时啊，无一定法，无一定什么法伊会接受，无一定什么法伊袂接受，所以没有定法，没有定法，所以呢，因为佛教上的应依多教、观依多教，到尾就叫做脆弱之机，为什么咱头仔讲？迄个脆弱之机，有了听有比如参照是个鸡卵啦吼，迄个鸡卵内底当中，迄个鸡母有阵时会咧孵啊，孵到时间要到，迄个鸡仔囝，迄个鸡卵内底会脆，就毒兽啦，毒兽恁听有啦。毋过毒兽伊迄人足厉害哦，因为伊10个鸡卵困去啊，对一个毒兽伊知影伊虽知影但是伊咧毒兽的时老尾，迄个头10、9个。9日就对迄个毒蛇达到变开，脆走。迄个卵叫做脆啦，老母叫做走，叫做脆走出鸡。迄句话甲讲起来叫做刚刚好。迄个脆，伊若时间还袂到，迄个伊若开始咧毒蛇，老母甲斗变开会死伫内底，伊袂啉迄种出来嘛。即个鸡卵若还袂到，时间还袂到，老母就三咧甲斗。嘛死伫内底，敢是安尼？还袂到嘛，卫生性嘛，就产生讲6个月，4个月、5个月就要叫伊生囝，要生出来，讲较土的，我毋食囝。安尼，冰到迄个，冰箱内冰到迄个是，伫咧烘炉，迄个物件吼，伊伫咧时间还袂到嘛，就定这意思。因为创造出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刚刚好。
因为老母甲家仔囝，因为伊感觉嘛，就产着讲，因为咱个即个佛陀甲伊个信徒，伊当时对师菩提，对这因为十大弟子，因咧用的机拢无相像，用的机拢无相像，所以这当中呢，这个做福祉，时间已经到6点半因为咱时间到，我们就休息了因为应该是6根筋的心肝经的迄个第7分啦应该会分做这个2个礼拜来讲，还可能来个这讲，因为咱讲到对迄个三贤，讲第10项，三贤就是咧讲10尊、10言、10回向，迄个10有分做10个迄个解推，10个有10个解推，所以咧当中后壁都有遐解说，所以呢，因为一日电话先要把伊内底说公开了，有难度，所以呢，咱今日我讲到这个所在，这个后尾办这段续期的后尾办这段开始，其实当中啦如果有讲到用不答应，无合的时阵，希望咱各位大家大家好好做一个修正，大家互相互勉啦最后祝福咱各位大家身心愉快，身体健康，好，谢谢各位。感谢护前人慈悲，全道一躬，坤道一躬。一般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，全道一躬，再一躬，3一躬。感谢护前人慈悲一躬，感谢点传师一躬，坤道一躬，再一躬，3一躬。感谢护前人慈悲一躬，感谢点传师慈悲一躬。持驾向无极老母行30公里，全道一躬，再一躬，3一躬。持驾前人一躬，送驾护前人一躬，送驾点传师一躬，坤道一躬，再一躬，3一躬。持驾前人一躬，送驾护前人一躬，送驾点传师一躬。他们可能